Hello，我係 Kiwi，歡迎嚟到 Chat 真啲。眾所周知啦，香港喺2019年爆發咗反修例風波，2020年出台咗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》之後呢，就出現咗好大規模嘅一個移民潮，專業人才流失嘅問題都變得嚴重啦。連 BBC 都報道喎，政府統計處嘅數字顯示啊，呢5年幾以嚟，香港嘅常住居民由736萬幾跌到咗722萬幾人，少咗成13萬幾人啦。但係最近呢，唔知你哋有冇發現 YouTube 上邊嗰啲港人回流嘅戲碼，突然之間好多，而且真係好精彩，仲精彩過 TVB 啊！嗱，首先咩叫港人回流先？即係原先已經移居到其他地區，比如海外或者內地啦嘅一啲香港居民，又是因為各種原因翻去香港定居或者工作嘅呢個現象。哇！搞乜嘢啊？又係你哋喺度嗌住自由無價，連夜執包袱走佬噶嘛？乜而家又是突然之間集體上演，還是老家好咁嘅大戲嘅？其實咧，當年佢哋移民嘅原因都幾多噶，其中最 hit 嘅就有呢啲。首先第一，因為擔憂人身安全或者民主自由受威脅而迫切離港，呢啲咪就係幾年前走佬走得最快嗰班人。英國咪喺2024年嘅7月份舉行咗全國大選嘅，呢個亦都係英國政府推出咗 BNO 5+1簽證移民計劃之後嘅第一場大選咯。英國佬嘅呢個 BNO 5+1套餐都幾有意思嘅喎，咪等於要你喺嗰邊坐5年監倉。截至2024年嘅第一個季度呢，佢哋一共發出咗大概20萬個簽證，但係啊，只有持住呢個 BNO 有效嘅護照同時要登記為選民嘅移英港人先至有資格投票㗎咋。所以呢，合資格喺大選當中投票嘅移英港人實際上唔到10萬㗎，佔整體選民人數唔到0.3%喎。呢個就係你哋所謂嘅民主自由？喂，當時啊，你哋自己話要去做國際公民嘅喎，到頭嚟發現連0.3% 嘅投票存在感都撈唔到，仲要被當地人認為你係政治難民。就好比如有成20萬嘅 VIP 客戶喺度搶購，點知發現投票權都係要搖號嘅喎。仲有一啲移英港人就表示啊，移民英國之後，每一日都懷疑人生啊，點算啊？佢仲話，究竟有冇人可以話我知，捱過5+1拎咗本 passport 之後，係咪真係有用嘅呢？喂，大佬啊，你要用到捱呢個字啊，我諗佢自己心中都有答案，係想回流噶啦。其實咧，呢一類人都幾可悲，但係又好可笑咯。留喺香港，我就怨呢樣怨嗰樣，真係出咗去啦，又話出邊冇用喎。我都係當做睇一個連載小說，我在英國做二等公民，笑一笑就算數啦。呢幾年走佬嘅仲有呢，就係嗰啲抱怨香港經濟唔掂啦，就業機會越嚟越少，擔憂下一代教育資源緊張嘅嗰啲人。前面我咪講到咗英國嗰啲情況嘅，而家再嚟傾傾加拿大咯。加拿大呢，從2021年就開啟咗所謂嘅一個叫做救生艇計劃啊，唔少港人都係通過呢個計劃呢移民到當地噶。不過呢，就有而家嘅港人 KOL 喺社交平台上發布咗影片啊，就話近年嚟加拿大嘅經濟都轉差啦，生活越嚟越艱難喎，仲要列舉咗3大難處。嗱，首先第一，揾工仲難過中6合彩啊！連當地 local 都失業，又憑咩輪到你呢個移民過嚟嘅人呢？係咪？第二，就算真係俾你揾到工啦，工資要斬半喎，點解呢？因為咧，加拿大嘅稅項係好多噶，咩碳稅啊、銷售稅啊，噼里啪啦一大堆，最後到手嘅工資就剩翻4到6成噶咋。加拿大政府咧都係好想同你哋呢啲原香港人講翻句，唔該晒你哋啊，多謝你捧場。仲有第三就係房租啊，加拿大嘅房租哇，簡直啦，直接可以對標香港中環，4000加幣，差唔多成2萬幾蚊港紙，淨可以租到啲劏房 plus 版嘅咋。最絕嘅就係 UBC 今年2月份發佈咗一份叫做加拿大香港新移民嘅調查報告。呢份報告就顯示咧，有超過一半嘅受訪者都係出現咗焦慮啊同埋抑鬱嘅症狀噶。佢哋嘅壓力來源主要就係咩呢？就業啦、財政困難啦，同埋呢個居留權審批得太耐。
有成80%左右嘅受訪者係認為佢哋現時嘅工作係同發展嘅期望不符合嘅，亦都有1/3嘅受訪者而家嘅收入係低過加拿大嘅低收入門檻㗎喎。聽上去都陰公啦，移個民搞到自己抑鬱啊！講好咗為下一代出去奮鬥㗎嘛，係咪？而家咧連自己都要靠食藥嚟去續命咯喎，完全就係得不償失啦，係咪？幾年前呢，抱住跟潮流咪執輸，大不了返香港心態走嘅香港人好多啦。西方嗰套所謂嘅自由民主聽上去係好巴閉啊，點知部分嘅港人移民完之後先發現唔係好啱喎，做乜自由都分3、6、9等嘅？你以為去到出邊係自由行啦，結果發現係生存模式嘅黑板啦。所謂嘅自由不過係披住平等外衣嘅階層遊戲嚟嘅咋。反觀返香港啦，法治穩，效率高。香港嘅國安法落地之後，社會唔亂啦。呢一班人始終都算係諗通咗啊！自由真係唔係冇腦咁樣搬西方就叫自由噶，而係咧要喺秩序同埋以文化認同入邊揾到一個平衡啦。兜咗一大圈之後，都係發現啊，都係一國兩制之下嘅香港好啦，起碼唔需要喺海外做二等公民委屈自己啦。那些年追過嘅西方夢，始終都係敵不過茶餐廳嘅凍檸茶噶。出邊嘅月亮唔會更加圓，只係會令到你發現，原來咧香港嘅霓虹燈先係最適合嘅美顏濾鏡啊！